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12章，摩西打败的王。伫约旦河东边，对阿伦山谷到黑门山甲东边的阿拉巴全地区，以色列人所打败的王甲所攻取的地记伫下面。这是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伊管辖的地区对阿伦山谷边的阿伦尼甲山谷中的城，以及基列的一半，直到阿文人的边界雅卜河，佮包括东边的阿拉巴到加利利河，东经过辟亚瑟末的路，到阿拉巴海就是盐海，佮南直到比苏加的山坡地下面，佮有巴山王国，伊是村落来的利法因人，住伫阿苏他略甲伊得来，伊管辖的地区是黑门山、撒迦甲巴山全地区，到基述人甲马加人的边界，以及基列的一半。直到希实本王西宏的边界，这两个王拢互上主的仆人摩西甲以色列人打败。上主的仆人摩西将因的地，互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甲马拉西半支族做基业。约书亚打败的王，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打败约旦河西边的王，对黎巴嫩山谷的巴力、迦得，上到西尼的哈拉山。约书亚将迄个地照以色列逐支族应得的份额，分互因做基业，就是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伯人、亚布斯人徛起的山区、山坡、阿拉巴山坡地、旷野甲南平的地。这个王就是亚利哥王、伯特利附近埃城的王、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亚末王、拉结王、伊基伦王、基色王、底匹王、基德王、何利玛王、阿拉德王、lib那王、阿杜兰王、马基大王、伯特利王、塔普亚王、希弗王、阿弗王、沙伦王、马顿王、哈瑟王、辛伦、米伦王、阿刷王、塔纳王、米格多王、基迪斯王、加密附近的约念王、多尼山头的多尼王、吉甲的高印王、德萨王，总共31个王。